嗱，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嗱，大家冇估錯啦，冇人睇錯啦。今晚咧，我係要睇醫生啦。點解睇醫生咧？我遲啲會再交代俾大家聽噶啦。咁依家嚟講個主題先啦。話説我有病啊睇醫生。咁個國家有病或者政府有病，就睇乜撚嘢咧？話説我哋偉大祖國嘅永遠嘅契爺啊，呢個俄羅斯咧就人打仗去打仗，打到處於膠着狀態。打到咧成戶身家個庫房咧，剩翻500億美金嘅，仲要搞到咧係折墮到咧俄羅斯咧係要凍結自己國家福利保障嘅福利基金我都唔撚記得咗啦，主要係凍結咗自己國家嘅福利金啦。咁好啦，咁大家可能會諗都諗到啦，屌啦媽，仲使諗嘅普京揼鳩中共心口啦，問中共借又好，搶又好，掠又好啦，撲街，係咪可能玩下手啊？如果中共俾咗你，可能唔撚使還添啊？點解啊？因為前世中國咧係欠交俄羅斯啊嘛。撲街由多咗清朝開始啊，你俄羅斯就食鳩住我哋中國噶啦我哋前世點知上幾世定上個世平行時空係欠交我哋中國係欠交俄羅斯啊嘛所以咪冇所謂噶，咪借咯。阿福同你講你除咗中國之外咧，都冇其他地方去借俾你噶啦。同你講至咗朝鮮睬你都戇鳩啦，朝鮮 smart 醒目仔嚟噶嘛。點解佢依家朝鮮多次又奶美國，又奶呢個俄羅斯兩頭奶？但係如果假如朝鮮之後俄羅斯，哇你老母失時夾萬嚟喎，冚家拎加兵，哇唔單係得個500億美金啫喎，仲要係連折墮到連福利金都凍結埋喎。咁可想而知個國家係幾咁閪冧啦。亦都可以咧係預計到咧，佢呢個俄羅斯嘅國家咧，佢係基本上咧，即係果然共產黨咧即係同病相憐嘅。3個邪惡軸心國呢，現代嘅邪惡軸心國，一個俄羅斯，一個中國，一個朝鮮，3個國家都係窮到窿，窮過閪，特種警衛咁依家嚟講咧，咁冇撚嘢㗎。你一係就盡早收皮，及早離場，一係咪繼續打落去咯。正所謂海施永青田同人周唔知乜春嘢話齋，你老母呢個俄羅斯越打仗越發達㗎嘛。咁呢家咪求人得人咯，你咪好撚發達咯。500億美金一個人使就得啫，你成個國家使香港都唔掂啦，柒咯，屌你真係！